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時事生活在城市。今次會同大家介紹珠海北山村。珠海北山村是珠海市區保存較完整的歷史文化古村落，開村於南宋時期，形成於明清，距今已有780餘年歷史。現存歷史建築90棟，包含11座古祠堂及80棟傳統廣府民居，其中楊氏大宗祠為珠海現存規模最大祠堂，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。北山村是中央監委8位先驅之一，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者楊匏安的故鄉。楊氏大宗祠在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時期，曾作為紅色革命活動的重要據點。珠海北山村建於南宋淳佑年間，約1240年。楊氏先祖自廣東南雄遷居至此，明清時期形成完整村落格局。現存建築群多為清代至民國時期遺存。在2002年，珠海北山村被列入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。在2009年評審廣東省歷史文化名村。在2023年入選全國紅色美麗村莊建設試點。鍾意今次影片，請大家訂閱、讚好、分享影片，拜拜。